日期7月13號，天天讚美神禱告文。聖經經文要喺佢哋身上施行所記錄嘅審判，佢嘅聖民都有呢一榮耀。你哋要讚美耶和華。詩篇149篇9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因你係憎恨罪惡嘅主上帝，審判全地嘅主啊！你係公義嘅審判者，又係日日向惡人發怒嘅上帝。你坐喺寶座上，按公義審判。你要按公義審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斷萬民。我嘅主啊，你係喜悅公平同公義嘅，你察驗人嘅心腸肺腑。我要照住你嘅公義稱謝你，歌頌你至高者嘅名。願眾民都順從你，願你從其上歸於高位。你係大而可畏嘅上帝，你坐喺你嘅聖殿裏邊，你嘅寶座喺天上，你嘅慧眼察看世人，你試驗義人，唯有惡人同埋喜愛強暴嘅人，你心裏恨惡。你要向惡人密布網羅，因我嘅上帝係公義嘅，佢喜愛公義，正直人必得見佢嘅面。永世嘅君王，獨一嘅上帝啊，我一生要讚美你，我還活嘅時候要歌頌你。因你透過你嘅信實及慈愛保守我，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Amen。